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受方面的影响，早暗是冰冰剧。苗栗107个县市风头好大，而且嘛有露出灾情。桃园的路竹南山路就淹水，水是淹过一个车轮管。另外，透江风嘛造成几难所在路树倒去，亲像伫台北市的上山区倒去的路树，就去缀着经过的奥多拜，加载骑奥多拜的人无性命危险。大雨落未煞，台北上山区的一丛路树，直至暗时10点外汹汹倒落去。这30多岁骑机车的女士闪袂赴，连人带车互树底伤，好佳在送医了后，无生命危险。同款发生伫北投，埔华边的路树伫暗时10点外倒去，影响2台汽车，好佳在无人员受伤。受风面影响，桃园直至暗时落大雨。路竹南山路水淹一车轮管，路边规排机车浸伫水内，用工处紧急派人抽水，将人行道的水沟挂拍开，一直到半暝11点外，双向交通才恢复。今天的主要原因是，真的是因为它的时雨量太高了，将近是70了。现在被堵塞泄水不及，排水口如果因为附近如果有树叶或者脏乱，去把它塞住的话，就会淹到外面去。雨大够紧，还阁有闪电线啊、杨梅龟山、路竹桃园中路这所在，拢陆续出现车路淹水情形。这路竹还阁有手机拄着电线，至少2000多户，暗时9点外无有限停电，伫10点外才来电。新北土城因为风雨真大，日至暗时11点外发生面体一楼外壁放落去，缀着下平的打车。大雨地区各地南山灾情真多，好佳在无造成重大伤亡。气象局今日游玩舰队恒春半岛甲苗栗关山区发布大水后贴布，民众出门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关心屏东雾台飞量最强的寮溪意外，10个人去寮溪有救到5个人，不过造成2个人死亡，即马还有3个人失踪。昨昏有找几工，不过也是找无人。加上景山区会上大雨，所以搜救队伫昨下晡4点的时就已经先撤离，今仔日才会继续找。前一天钓伫水中的遇难者透过燃料转接线上平台，透过直升机吊挂要出来转去，不过目前有3个人失踪。警消民间团体分成4组，日透早继续找找，锁定100米以下、60米以上的水墙这大水穴，因为未少装备衫拢伫遮出现。100米深潭这里往下搜寻，然后另外第3组的部分会从60米的这个地方，60米深潭这个地方往上搜寻，因为预料这个地方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搜寻重点。100米瀑布跟60米瀑布这一边，那第2步的空拍机，我们就是从古川大桥以上，我们来做空拍。官府初步将失踪3个人是2男1女，也不过规工找找也是无发现失踪者。加上山区恐惊有地渐阵雨甲雷雨，管好人员安全。下到4点半左右，搜救人员陆续退回。检警精神脚步也无停，脱困的5名生还者4个人已经做完笔录。生还者讲，10人是小酒前往，出发迄天的早起天气真好，也出日头。有5位嘛，那有4位。已经回来到我们的离港分局侦查队做完笔录，那另外1位因为身体不适，所以请假当中。至于我们的笔录内容，因为是侦查当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公开。屏东地检署表示，下昼已经完成2名罹难者遗体上验，初步认为死因拢是在新进前渡水，也陆续询问相关证人甲证据调查，厘清责任归属。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大经济系学生会正副会长的选举，有一组候选人的证件牵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这个风波即马已经对校园内烧到社会上。台大经济学系已经通报台大的性平会，会依照调查结果来处理。如果违反性别平等有成立，安尼学生上当会互退学。
台大经济系学生会面册关系正副会长选举的证件，有一组候选人出现亲像女学生上未结婚课程强制请高中制服上课，也是原住民建议入学的名额减少这个证件，因为牵涉到族群加性别的歧视，引起讨论。对这样代志，台大经济系2日第一时间通报性平会，后续要根据调查结果来处理。歧视性言论不能被容忍啊！这个伤害是真实，是不能被容忍。这个是学生自治事项，要跟他们讨论说怎么样可以避免这样的事。第一时间就是通报性平，等于说性平会会先决定说他是不是成案跟是不是调查。虽然这类候选人已经回释咧，讲对特定族群无恶意，不过呢做性平会成案调查事实，上轻的处分是新界，上当是下令退学。经台大经济系兼任教授张英峰认为，学生会是自治团体，对争取担任政府会长的候选人的证件应该爱规范。学生会是为了服务同学嘛？那你是讲那些怀疑他是真的想要选吗？还是他只是搞笑而已？他们应该要有一个内部的规律，讲这些跟服务学生没有关，就不应该看出来。任何歧视的语言跟主张，都不是我们在教育上所乐见。如果因为有特殊的目的，而以歧视的方式作为诉求或主张，这一些都不是这个社会所能接受。教部长潘文忠讲，会请好好了解、进行辅导。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最近2年大学的校园活动也是学生选举，真侪该出现轻视、压制，也是侮辱特定群体，产生敌意的环境，伤害、压迫特定群体。呼吁政府加速制定平等法，强化甲社会沟通性别平等甲人权价值，为制度面推撒人权教育。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跆拳道选手李东宪穿 TPE 的衫去韩国参加比赛，伊摕到铜牌。伊伫领奖的时是摕5星旗，而且批评咱台湾是鬼仔岛。有人即马逼讲，伊虽然是台湾人，也毋过一直拢住伫中国。之前伫咱台湾选国手嘛拢无选调。即马行政长陈建仁表示，政府会去调查李东宪敢是共产党，敢有伫台湾发展组织替中国做事。穿写着 TPE 的服装。登上颁奖台，摕中国5星旗。长期住伫中国台籍人士李东宪，最近参加伫韩国举办的亚太壮年运动会跆拳道比赛，摕到铜牌了后，行为引起争议。最近佫接受中国媒体访问，讲台湾是鬼岛独裁、无言论自由的所在。那我认为这个是，也同时让全世界看到出来，台湾其实就是一个独裁的地方，它不允许有异己的声音。根据台南市跆拳道委员会了解，台南人的李东宪过去也捌参加国手选拔，也毋过实力无够，拢毋捌代表过台南甲台湾参赛。那小赛伊的教练是批评伊无武德、无尊重师道，只想要出名，为着家己的利益配合中国统治。在我们跆拳道界引起很大的一个大家反弹也好，那争议也很大。那我们也觉得，你不管为了你的个人的什么利益。那用这样的手段已经违背了武德。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而且相关单位清查厘清李东宪敢是伫台湾发展相关组织。那他是否担任这一个共产党员，然后在台湾发展这一个相关的组织呢？我们要请相关的单位呢，务必要来清查厘清。李东宪以个人的身份出赛，闹出风波了后，佮批评台湾。陈建仁强调，希望袂造成咱国民众甲全世界误解，也希望台湾会当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无用阮类似侮辱台湾的情形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温度的下降。气象局早起嘛有继续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受锋面的影响，同款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恒春半岛、苗栗山区嘛有可能会向上大水雨，西半部、台东嘛有局部大雨，而且爱细致单雷公甲强阵风。地势较低的所在，也是地下道雨若伤过大，嘛有可能会淹水。温度的方面，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今仔日北部、东北部天气感觉较凉冷，低温大约是21度至24度，其他的所在低温是23度至25度。那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北部、东北部温度会略略回升。另外，气象局是表示，风台猫蛙上紧伫明仔载有可能会变作强烈风台，会继续往北行。也毋过对咱台湾敢有影响，这部分要搁继续观察。
受方面的影响，桃园机场昨暗是透强风，有不少要降落的飞行机帮国务长是要改去高雄机场降落，包括1架飞松山机场，也有4架飞桃园机场的航班，计共有5个航班是改去高雄机场。啊，若伫桃园机场有顺利降落的旅客就讲，想到降落的时摇来嗨去，就心惊惊。机场航班组成几架班机降落时间延长，受1暗时北部雷雨影响，桃园机场风正强。未少原本降落的航班被迫转降高雄机场，成功降落桃机的航班，旅客想起降落时的情形，依然心惊惊。晃得蛮厉害的，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刚刚大家心情怎么样？全都在尖叫，很多在尖叫，然后很多人在吐。第一次觉得屁股不在椅子上面。中央气象局直接发布的大雨特报显示，北部地区局部大雨加强阵风发生的几率。长雄 BR238航班原本为印尼雅加达飞桃园，暗过受风雨影响，逐步风车停飞了后，请求转降高雄。高雄机场表示，包含华信以及76以及门飞松山马航 MH68 为亚 P 飞桃园，长雄 BR238 雅加达飞桃园，新武 JX718 后来飞桃园，长雄 BR216 新加坡。飞桃园总共5个航班拢是拄着风车，停飞了后请求转降高雄。来接机的亲友表示，今年先在机场等。转落高雄。哦，转高雄了。对对对，那怎么办？啊，就等啊，他有预计10点40再起飞啊。哦，所以你要在那边等到11点多哈。哦，对啊，对。桃机了后也表示，风速已经转好，会转降高雄，主要是因为雷雨，为维护空气作业加人员安全，会暂停桃园机场边的地勤作业。转降高雄的这北部航班也拢陆续登来北部机场。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马当地瑞士举办，虽然咱台湾有积极要争取参加，啊，毋过有。而且嘛有真侪国家支持咱台湾，替咱台湾出声，也毋过受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阻碍。WHO 即摆已经对外表示，无要邀请咱台湾。啊，那咱的卫福部嘛有家己组世卫行动团，还有立委嘛组考察团去到现场，和侪国家交流，贡献咱台湾的力量。听得到声音吗？会议室人坐到满满，煞因为网络问题，会议一直无法度开始。用我20分钟才排除障碍。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当地瑞士日内华召开，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也派出考察团，各地下昼头一摆以视讯连线召开会议。卫福部长施瑞环表示，今年 WHA 有9大重要议题，包括传染病防治、临床试验、专做卫生工具等。台湾虽然人口数无济，也毋过非常愿意贡献家己力量。我们乐意加入这种全球的或者是多国多中心的一些临床试验，在一些新药、新器材的研发上面，或者药品器材的一些引进。施瑞环表示 ，WHA 特别强调要强化急救急危动静手术，台湾也会针对像战争等建立大量伤病患处理流程。过2天，台湾代表团会到瑞士首都伯恩。考察民防救援措施作为未来市场参考。我们会去考察他们在瑞士的一些防护啦、救难的一些措施，那也许也可以来做我们未来施政的一个参考。施瑞环阁表示，台湾要加入 WHA， 不是要求要得到别人的同情，而是透过沟通，让台湾有机会贡献给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也不过，在中国甲巴基斯坦的阻扰之下，世界卫生组织 WHO 决定无邀请台湾参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今年也是无法度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有向谭德赛发声，讲爱互咱台湾加入 WHA 的观察员。另外，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即马是愈来愈大，美国敢要甲咱台湾列入去核保护线。这部分吴钊燮是证实讲，台美已經有咧參詳啊。So would you support Taiwan to join WHO? So it's up to the member states. It should get enough So would you votes to support join. Taiwan to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20月伫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无通受到邀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讲，台湾是毋是会当受到邀请，这是会员国来决定。外交部长吴钊燮咧话讲，谭德赛应该爱接纳台湾。我想这种说法跟我们全民的期待不符。谭德赛干事长应该接纳台湾，让我们台湾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
也若拄正这落幕 G7 峰会聚焦伫台海安全的议题，重新反对任何借武力高平来改变现状的作为。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逐工称悬，美国是毋是会当甲台湾纳入去核保护线？吴钊燮讲，美台有咧沟通。任何国家用核武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话，我想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一个事情。相同诉求的这些好朋友，那跟我们之间也有所沟通。那有关于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就这个议题的讨论的话，那不适合我在这边来做说明。也若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19共同宣布完成第一阶段的谈判，估计要伫数礼拜以内签署头一批协定。吴钊燮认为讲安尼通破除疑议论。当然，在这个世纪贸易倡议的签订，对于我国来讲，除了经贸上的合作之外，最重要是政治上的宣示。对于双方之间的这种相互投资或者是贸易往来，也一定会有帮助。以美论会因为这个协议的签署而被破解掉。蔡总统伫个5.2空谈话，有批评在野党无应该为选举来咧下战争恐惧。吴钊燮表示讲，台湾透底都毋望会当维持和平稳定，战争甲威胁的来源就是中国。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咱台湾上尾一个慰安妇蔡阿嬷5月70过身，伊食到92岁。日本政府甲大拢无针对这慰安妇阿嬷提出正式的赔偿，而且嘛无回息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就讲，虽然阿嬷拢过身啦，但过基金会会继续拍拼，会继续宣传战争对女性的性暴力，要要求日本政府爱公开回息的，嘛爱赔偿。来关心的读报。高中会考已经考煞，真侪家长即马是暗算讲，囡仔准讲考无名次高中，就先去读社区高中内底的，按照能力分班的精英班也是专中班。也毋过教育部伫这个月中已经修法，禁止高中做能力的分班。如果若是要，学校就要提出申请。也毋过外界是认为讲，学校甲自由班转做地下化，主管机关要抓是真恶劣。来关心自由时报。经济部统计处即马公布4月份外销订单的表现。4月份外销订单有美金424亿，是年减8.8%，是月减8.8%，年减18.1%，已经是连续8个月的负成长。啊，那5月份的接单看起来嘛是无啥乐观。中国即马是宣布美国的米公公司产品有危害中国的网络安全，所以宣布中国企业禁止买美国米公的产品。外界即马认为未来这有可能会出现转单的效应，而且有可能去好着韩国和咱台湾。美中科技战各有拼面，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公告指出，美国公司产品有较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对中国关键资讯基础设施的供应链造成重大安全风险，影响国家安全。按照网络安全法定法规，要求企业停止购买。消息一个出来引起关心。美光是目前全球第3大的记忆体厂商，但也就只是第3大，前面有三星跟 SK 海力士，然后只占了10个百分点。所以说，其实美光整体对于中国大陆的记忆体市场来讲，其实能够撼动的，其实也是相对的有限，甚至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认为它是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去年，美国就陆续宣布一系列晶片出口的管制，包括3奈米以下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软体禁令，禁14奈米半导体设备出口，嘛全面禁止高阶 AI 晶片出口去中国。国家管制范围为原先的逻辑 IC 扩大到记忆体的领域顶。美方甚至毋望韩国政府会当敦促家己的晶片商，卖去支援中国市场。所以台厂是毋是会当享受转单效应？学者认为，爱阁看美方后续的态度。那因为中国本身目前呢，也只有长江存储还有长兴存储方面能够供应少部分的一个这个 NAND Flash 跟 DRAM 的一个产能，所以绝大多数还是需要仰赖进口的。所以在这个部分，那么其实就端看未来美方政府它的一个态度，那么是不是会希望其他的这一些所谓包括了韩系，那么以及台厂。对于在中国的记忆体的出货上也会有相关的一些管制，这个都是后续值得持续观察的。
老北京表示，目前美国是全球第3大低润供应商，去年第4季全球市占率是23%，在全球记忆体扮演重要的供应商角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业务占美国营运比例差不多10%至11%，失去这个10%的营收，那和其他的记忆体竞争对手分歧。每一间厂商会当分到的嘛无偌济，记忆体产业可能嘛未有真大的变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因为把欧洲用户资料传到美国，严格这是违反欧盟针对欧盟甲美国传送资料、传送数据的规定，所以一个时罚款欧元12亿，这嘛创下欧盟罚款上悬的纪录。欧盟自治对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做出创纪录12亿欧元的侵犯隐私权罚款，超过亚马逊2021年被罚7.46亿欧元的纪录。欧盟阁下令在今年10月以前停止将用户资料翻过大西洋传输，这是美国网络窥探恐惧引起10年来欧盟上新的一个打击行动。Cette décision met en œuvre la décision du Comité européen de la protection des données,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n ce qui concerne les transferts de Meta, l'autorité irlandaise a donné le temps à Meta de résoudre des problèmes en question. En ce qui concerne les transferts des données avec les États-Unis, plus généralement,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finaliser un cadre de la protection des données. Meta 表示会提上诉包含不合理甲无必要罚款，为其他公司建立危险先例，各将会照法律管道要求暂停执行。这案件是因为10年前奥地利法律系学生也是隐私权活动家施雷姆对美国国家安全局情报商许诺等的别项积极侵犯隐私提告。专家分析，Meta 遵照欧盟命令，将过去10年5亿用户资料删除，恐惊必定天较难。Over years, Meta was not able to tell the court where it was storing data about the plaintiffs, which systems those data could have been in, who had access to them internally. There's a kind of an anarchy inside Meta in how it accounts for data. 这案件显示，华府甲布鲁塞之间立场无同，也就是欧洲对资料运输的严厉观点，甲确保联邦运输合规的美国较宽松制度之间的差别。欧盟一直拢是控制大型科技公司权力的全球领导者，制定系列法规对用户个资严格管理。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甲乌克兰小隔壁的国家摩尔多瓦，日的是有几啊万的民众行上街头，因伫首都示威，呼吁政府爱挖向欧洲，而且嘛要求爱修改宪法。那摩尔多瓦因为是前苏联国家之一，因是东部较瓦俄罗斯，所以受俄罗斯势力的控制。因的政治局势就较哪亲像乌克兰，也毋过俄罗斯是背回讲，因并无干涉摩尔多瓦的事务。You will bring a piece of Moldova to Europe, and you will make Europe stronger. 几多万的摩尔多瓦人在当地时间日一聚集在首都基西涅夫，支持亲西方政府挖向欧洲。Moldovenii sunt europeni și că peste 7 ani trebuie să devenim membru cu drepturi depline al Uniunii Europene. Noi, oamenii acestei țări, decidem acum, fără cale de întoarcere, că Moldova își ridică fruntea sus și merge mândră înainte, merge în Uniunea Europeană. 摩尔多瓦是前苏联共和国之一，伊的东部涅斯特河沿岸嘛叫做外涅斯特里亚，是甲乌克兰相挖真长的所在。伫苏联解体了后，外涅斯特里亚甲摩尔多瓦发生战争，而且战赢摩尔多瓦的军队，双方同意停战。自这起，摩尔多瓦就失去这个所在控制权，这是亲俄势力控制，情况真亲像乌克兰。最近，摩尔多瓦政府指控俄罗斯煽动反政府示威甲文宣，制造国家的不安。不过，莫斯科否认。摩尔多瓦目前当地努力，希望会当2030年加入欧盟。Aderarea la Uniunea Europeană ar trebui să ne aducă nouă bunăstare, locuri de muncă mai bune, fericire pentru copii, o Moldovă
plină de succes și tot ce e mai frumos în această lume să fie și în Republica Moldova. 警方表示，这场集会拢总有75000个示威者参加，因为摩尔多瓦伫宪法内底明定是中立国，所以示威者嘛要求政府爱开始修改宪法。公司新闻沈乐贝编译。来关心意大利罗马有一个真出名的特拉维喷水池，伊咧是吸环保团体染色，甲水是用甲乌索索乌妈妈，伊是要抗议政府对气候变迁的问题，拢急放拢无咧处理，甚至个投资补贴石化燃料业者。另外，英国顶一日毛民众伫海沙堡发起抗议，因是要求水务公司袂使阁甲垃圾水排向大海。 今日喷水池抗议人士甲乌色液体倒入去意大利首都罗马有名的特维拉下原池，引起大众不满。意大利北部正正严重遭大水，造成民众死伤，过1万人必须脱离家园。意大利环保团体最后世代不满政府无积极应对气候变迁，佮继续补贴石化燃料，利益用激烈的抗议手法。 甲喷泉泥污，搁伫喷泉内底游布条，搁无愿意离开，最后互赶来关警逮捕，得到附近的民众欢呼。最后世代是意大利有名的环保团体，过去常常用激烈的方式，包括用汤破澎湖的话，伫米兰有名的斯卡拉歌剧院破油漆，也是伫参议院外墙喷漆等等，抗议政府伫气候变迁问题无及时采取行动。 除了意大利，英国的布莱顿海堡20嘛发起抗议活动，因为不满水公司伫布莱顿海堡外口排放无经过处理的废水，和英国冲引客反垃圾水的组织，同一天伫英国12个波港的海堡抗议，诉求停止伫海洋甲河川排废水。We've seen over the last year 720 or more sickness case studies where people have got sick when they've gone in the sea from this sewage pollution. We've seen cases of vomiting, diarrhea, UTIs, ear infections, eye infections. It's disgusting and we don't deserve that sort of exposure when we're in the sea. 过去英国的水务甲垃圾水处理事业，伫1989年私有化了后，废水排放的量真惊人。到2021年，政府才立法限制会当倒的废水量。去年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嘛公告会伫未来2年以内投资16亿英镑，减少废水的排放，甲解决污染问题。英格兰的水资源监管机构甲英国环境署暂时嘛，当咧对真侪间有可能非法排放废水的水务公司进行调查。国际新闻台是董编译。 来关心印度有几个所在，这几日来高温拢超过40度，是小洪峰。主要的农业区北方邦因为伤热，农作物拢打冷气，农民的收成嘛受影响。另外，伫西班牙是有人挑故意放火，那当地是因为打扫佮透强风，火是炭真紧，烧起的面积大概有1/3的台北市遐尔大。 车路发出阵阵热气，民众替线挂头巾阻挡日头。印度顶一周月拄着热浪，几个所在地区气温超过40度，首都新德里甚至出现45度的高温。这样热的天气，不止导致市民挡袂住，主要农业区北方邦的农民，高怨叹天气实在伤过热，无法度做事，佮毁坏因的作物。हमारे बिल्कुल गिरते जाते हैं जितने पैसे लगाते दवा इतना गेड़ते इसमें और फायदा कुछ नहीं आता है हमको और पानी भी इतना देते हैं और खराब हो जाती है सब सब्जी 印度气象单位指出，这摆热浪会继续到礼拜3才会转好。事实上，印度政府4月份就发布报告，指出当地今年热浪比过去30年的平均天数增加3天，而且不止气温提悬，湿度也增加，对民众健康恐惊有致命风险。根据官方记录，去年有30人因为热浪死亡。气象当局在考虑将湿度也降入热浪标准，来防止热死人意外佮发生。 这热天气也影响西班牙。西班牙西部连接葡萄牙边境的埃斯特雷马杜拉，顶礼拜爆发野火，因为天气打扫加上风势助长，火拖甲真紧，数百人紧急撤离。 Mi casa está en la parte de arriba de Cadalso y el fuego ha rodeado la parte donde está mi casa y no me dejan ir a buscar a los animales ni a los míos ni a los de mis padres.
西班牙已经连续3年就雨量比往年平均较低。前当地政府出动超过400消防员甲军民拍火，火势依然无法度控制。目前为止，已经超过8000公顷的土地，因讲是将近1/3台北市被烧掉。当地政府指出，野火爆发原因是有人放火，不过民众批评政府无制定完善的维护甲守护森林的林业政策，这2年出现山火。去年西班牙就发生493件野火，烧掉超过30万公顷的土地。公司新闻7万2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7大工业国的集团 G7 峰会已经煞股，会后有发表联合声明，关心区域安全，嘛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针对中国伫东海和南海的军事行动，嘛有提出警告。不过，这是引起中国外交部强烈不满，批评 G7 的声明干涉中国的内政。来关心因应北韩核子武器的威胁，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南韩和欧盟昨天伫首尔举办高峰会，嘛有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双方要进行战略对话，嘛要发展安全关系，而且要加强环保卫生甲数位这3大领域的合作。来关心土耳其5月28要进行总统大选第2轮的投票，因为第1轮的票数拢无人过半。那即马第3势力已经表态，讲会伫第2轮投票的时支持现任的总统埃尔多安。这个消息对在野党来讲真不利。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统促党邀请日本的欧道交流会，之一个是来咱台湾参观访问，因为这个交流会是日本警方真正的暴力团体，嘛互外界质疑讲，敢是欧道要介入选举，警方唔敢大意，全程拢有监控。预控之次总统大选开始，一个参加政治活动的统促党甲澳门重要山头新闻山分会，邀请日本交流会来台交流。不过拄到选举各党备战，统促党总裁白龙长安乐解释，只是朋友之间的一般聚会，甲政治无关系。昨天晚上呢，我有设宴接风，然后明天晚上来为他们践行，这样子，不像那个宣扬跟选举有关系，没有关系。一方面等于是国民外交。其实这毋是交流会第一摆来台湾，自2017年日本 Okinawa 欧邦交流会本部长上江州同志捌率团来台湾就安乐就捌招待。2018年，日本 Okinawa 时报也报道，张安乐的第2后生，不甲德联邦成员去 Okinawa 甲交流会高层交流，引起日本警方高度关注。交流会和日本警方看作是 Okinawa 唯一的指定暴力团。这摆来台湾，互人质疑欧邦恐吓介入选举，也互警方真紧张，唔敢大意，专程监控搜证。本署已经掌握了他们相关的一个情资也针对他们这整个参访的一个行程有进行这个搜证跟调查，那防止这个我们台日的帮派跟这些团体做一个串联影响到我们的社会治安。这摆交流会到台湾，安顺到中正纪念堂立法院参观，甚至规划到总统府头前翕相留念。23离开台湾，警方也针对公开行程专程搜证。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立委陈后撇控指控和 IMB 诈骗集团有关系，虽讲伊是一直背回，不过落尾伊即马嘛决定讲要退出明年立委选举。一来伊要证明清白，二来伊讲要顾全大局。跟大家致歉。深深之局中，民进党立委陈后平日搁一摆出现伫立法院，强调绝对无甲诈骗集团挂钩，为捍卫清白、顾全大局，宣布退出立委选举。伊被控甲诈骗集团交往密切，代志发生真侪天了后，伊至一半暝先透过面册宣布退选。顾全政治大局，我在此正式宣布退出2024宜兰立委选举。让党更有空间对宜兰重新来布局。对陈后平的决定，民进党中央表示尊重，呼吁检调一个侦办这案件。另外，后续的提名代志，交由提名策略小组来讨论。我们尊重陈欧珀委员勇于面对的决定，也呼吁检调积极侦办此案，勿枉勿纵。至于后续提名的相关事宜，将送交2024大选提名策略小组来讨论。
不过，议员有真侪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议员向检方告法，要求爱追查陈后撇甚至违反政治现金法 ，IMB 诈骗风波愈加愈大，包含台北市长蒋万安、台南市长黄伟哲拢被敲出八家诈骗集团关系人斗阵翕相。陈正修是跟蒋万安市长有没有什么任何政治上的关系，任何政治现金上的关系？选举期间实在是有非常多的行程场合，会有很多大家国民党你们也都这样讲啊。洪伟哲市长的个性非常的亲民，经常与民众合照，实在不应该拿几张照片来看图说故事。市家审指控黄伟哲并且陈正修担任市府顾问，黄伟哲是透过市府发言人反映，强调是受邀请参加公益活动，斗阵翕相，不应该看图讲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中华电中分局有一个县区的警察，和一个县长的查甫人赛车时发生纠纷。伊着这警察就对伫人后壁共弄世界，双方欲到南投民间的时又搁相弄。第四，这个县长的民众的车才贵的兵车。中华警方调查是认为讲，这个县区的警察有涉嫌公共危险罪，嘛有做出处分，该记一支大告，嘛调离即马服务的所在。那派出所的所长和分局长嘛有连坐，嘛有予处罚。两台轿车经过这个弯路，后壁车好亲像弄到头前车，头前车弄到山壁变去，后壁车个驾驶正生气，行落来看，救护车嘛赶到现场，确认伤者的状况。互人对弄的现场驾驶虽然会当行起救护车，不过规身躯真侪所在路着磕着。另外一个县区的驾驶嘛送医，两个人拢无要紧。而伊尾仔6点，县区的查甫人好亲像甲这个县长的查甫人发生行车纠纷，双方冤袂煞，县区的查甫人就开始一直甲热，连续对弄对方的车，一家南投民间湾直路5解小 A， 第四县长的查甫人的车煞变去。疑似因会车造成行车纠纷，秋兰南车理论未果后，双方以道路追逐竞驶，多次发生碰撞后，以事故地点停下。南投警方初步了解，县区的查甫人是中华电中分局的员警，迄个时阵当要下班，县长的查甫人有毒品前科。中华警方表示，双方先伫中华二水，好亲像会车煞起冲突，好亲像讲袂出车，才开始开车烧热。行车的方向忽左又忽右，又忽而刹车，牵尾擦撞4次，期间后方张敏突然急刹车，导致邱远刹车不及而追撞。从重何以记一大过，并调整服务地区。所长考核监督不周，何以记过1次，并调整非主管职务。分局长何以申诫2次处分。县区员警涉嫌公共危险罪定案，中华警方快速对县区员警、派出所所长加分局长连带处分，也表示专业配合南投警方依法侦办。南投警方表示，若做确认有故意烧热对弄的行为，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举法，也会依照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上办。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的交通是互外国媒体形容是过路人的地狱，有一个民众就开钱，把报纸头版下卡广告全部拢买落来，呼吁政府内底写讲爱解决咱台湾交通的问题，政府爱严格抓违规。行政院是表示，自这个拜四行政院会，政府会提出7年400亿的预算，要来讲道路安全行动方案，希望中央和地方会当合作来提升咱的交通安全。大细字严格执法，这署名小市民是确定的民众伫各大报纸的头版买半张的广告，呼吁相关首长爱解决台湾交通问题，抓到交通地形标签，保障全民安全。方法真简单，就是全力贯彻严格执法，就应该变地形污名。今天开始，也是5月22号，我们也要求各县市采取精致执法，也就是请6都以及彰化县。人口数比较多的县市，择易肇事的路口100处。那其他的县市除了离岛以外，择50处的路口，针对路口的一个肇事的原因，加强来执法。其实为杜绝交通乱象，特别是厝地车无让人，内政部警政署为5月开始启动全国大执法，半个月以来，厝地件数超过14000件，比去年同期增加2.3倍。2日开始，阁要启动政治执法，要求各县市针对违规热点来查缉。
不过学者指出，执法这是地基手段之一，事故原因有真侪是因为路口设计无好，地速车一等月都接近误人。另外，后地的设计也要重新检视。不让人呢，是因为我们路口本身的几何设计不好，所以车子接近行车线的时候角度不对。执法手段之外，工程还有教育都有很多可以改善。最近也在规划推动提升人车安全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呢，会在4年呢7年投入400亿的这个经费，来改善人车的安全。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最近台湾发生真侪件路人死伤的事故，让人感觉真不甘。礼拜四，行政议会已提出道安行动方案，透过中央各地方合作，提高人车安全，希望应早日将人行地角的排名声界去除。记者综合报道。那即摆有愈来愈侪人驶电动车，民众会伫社区的停车位家己设充电条，也毋过说互社区的管委会提出告诉，而且这款官司民众拢告诉管委会，高雄有机关即摆就接到民众陈情，认为政府针对电动车设备的指引写甲无详细，才会发生纠纷。停车场的充电桩未招电动车主来使用，高雄有民众想要家己开钱装伫家己的社区，向业者办说明会，也经过台电确认电力无问题，暂时互管委会控管。桃园的法规有通过，区权会就算要阻挡，也要提出正式的理由。现在的旧制的高雄或其他县市，除了桃园以外，他不用跟你讲什么理由，就会直接拒绝你的。接到陈情的高雄市议员郭建明也发现，经济部能源局发布的社区电动车充电设备设置指引，但犯违规行为，不少人参考了后，家己总管委会就提告，判决拢败诉，要求市府向中央反映。造成民众觉得只要自己私下安装不经过管委会也可以被允许，感觉到这样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中央准备要做局部的修法。市府回应中央有考虑修法，无修法进前，车主也是爱遵守法令。经济部能源局是回应，指引伫社区安装充电桩是毋是爱管委会同意？有并确点出爱有区块大会或者是管委会同意。议员所讲的重点是讨论安全性，社区内爱安装也是回归到原来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这几日拢伫花莲比赛，也毋过拄好拄着附近的强标当地闹热，有放炮啊，有放烟火，演全飞到棒球场迎碰碰。另外，因为天气的关系，大水遐啊嘛世界杯，所以比赛比到一半，国不将爱暂停。这是中华职棒20日花莲联赛大战，比赛进行到7局就半，大量的乌烟突然飘入球场，因无互比赛需要暂停10几分钟，球迷只等待看啦啦队表演。之前没有遇过，就是这个也是中华职棒比较特殊的案例，就是会遇到那种庙会的烟干扰到比赛的。我朋友是有遇过桃园有浓雾干扰，然后延赛的，所以都什么情况都有啊，算是解锁人生初体验。这是中华职棒头一班因为强标烟火影响煞暂停，花莲县政府随即通知环保局到场协调附近强标绕境活动，也毋过基本上烟火已经在放啊，也无啥可能暂停，只会当协调避免以后佮发生这款的情形。由环保局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那有关接下来的8月份的职棒赛事呢，我们也会进一步跟我们附近的公庙呢进行沟通，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一个职棒的一个赛程。那也希望让之后的一个赛事都能够更加的顺利进行。另外，现场照明设施的强光也起未少水沟遐。联赛日了后的规场比赛，拢有水沟遐4月杯，增加未少困扰。官府回应，通煞问题属于自然因素，户外空间较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文化部的成年礼金清字库6月7日要开始分予咱国内18岁至21岁少年家。国家2厅院台中国家歌剧院这单位即摆昨昏同齐宣布，到年底因会开出7000个计小300块的青年座位，要鼓励少年家摕这个钱来接触艺术。这是新点子是现场的表演，因为表演会邀请观众做伙互动，突破想象。6月7日开始，少年家若领到文化部的成年礼金，就通买票来国家2厅院看演出。伫咱少年人伫青春的时阵就互表演艺术行入去大家的生命内底
伊今日内底，今日生命内底使用着真困难，佫离开啦吼。为着推展艺术表演，国家两厅院、台中国家歌剧院相关的3馆集团宣布，到年底要推出票价300块的青年座位7000张，若使用新年礼金，来买票佫拍5折，希望让青年马上加入国家级的剧场，接触无同的表演。其实我们的身上有的钱其实都没有这么多，相比于电影或其他形式的娱乐，真的是相对比较花费比较多的一个途径。有学生代表就表示，虽然家己是爱去剧场看戏的人，但身躯边的朋友就真正较无接触剧场。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表示，自文化部宣布要分新年礼金以来，因的青年卡片申办量就占3成多。因认为，少年人过去考虑表演艺术的票收贵，即个有政府的资源入来，无的确会当吸引少年人来接触艺术。过程里面，他没有那个契机去接触到某些特定的东西，这个或许就会变成他未来，他要是有余力去参加的话，他就会去。文化部的成年礼金政策，第一档的预算超过10亿，全国18岁至21岁，估计有900万的青年，拢通领到1200块。除了会当看国片、买册，嘛通加入剧场。文化部长嘛表示，唔惊人来，是惊无人来。这个推展剧场结合成年礼金，就是希望鼓励少年人加入剧场来看表演。记者陈文周、玉水在北昌报道。镜头来嘉义，咱政府即马要伫嘉义太保成立科学园区，伫昨昏是举办动土典礼。这个所在未来要发展农业科技、智慧健康和无人机的产业，按说会当提供5700个工作机会，若一年的产值会超过380亿。行政院长陈建仁22日讲，落南来到嘉义县参加嘉义科学园区的动土典礼。南科管理局伫报告时指出，透过农业科技、智慧健康甲无人机产业的带动，会带来5700个工作机会，年产值有380亿。核定到开始动土一年3个月。即马开始开始动土的时阵我较早拢是动土好，水电拢好，他来进驻厂商，唔是。即马厂商行动土的时阵，就工济入来。安尼的时阵，发展会较紧，时间会较紧有一些厂商有建厂的需求，那一定会先把很多的道路或者需要的一些公设，让它可以建厂，然后能够让整个科学园区完成了以后也可以同步的生产。嘉义县经济发展处表示，嘉义县科学园区88公顷的范围当中，产业用地占40多公顷，内底阁有蓄水池、实验中学的建设。目前已经有10多间厂商有签合作协议，要来进驻。后续呢，其实我知道也很多潜在的厂商想要进驻，那也在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程一定的这个程序以后呢，会陆续进驻。有进驻的厂商就表示，进前的工厂伫中部，想要扩大规模索取无所在。嘉义县科学园区就北路南拢真方便，而且当咧发展农业科技、智慧健康甲无人机产业，拢真符合因的需求，所以对嘉义县的科学园区真有信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嘛是透过科技来帮站，这是台南市政府是推出停车智慧化路边立钱的服务，而且嘛推出 APP， 要方便民众来找停车位。一支的智慧停车条，伫咧台南市区侪所在拢看会到。台南市交通局为着要让民众更加好停车，引进智慧停车条，方便民众马上地当立停车费。另外，嘛一般的停车位带地图，掌握停车格使用的情形。交通局讲，设停车条买当弥补收费人员报告的问题。它可以提供现场的即时缴费，那也可以提供即时格位的一个查询。到目前为止，已经全台南市有4000支这个是全国规模最大、数量也最多台南市全市有14000个停车格，交通局对108年开始推售，目前智慧停车条甲地图的数量拢总有11000个。交通局表示，覆盖率已经完成78%，目标要伫咧明年完成9成。虽然讲建地的数量是全国上济，不过民众有无同的看法。这样子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较方便啊。然后研究了快要半个钟头，我才发觉它是需要悠游卡。问题
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悠游卡，一卡通没有悠游卡，也不方便现场使用 Line Pay。事实上，直接把车辆开走一样都可以到我们超商去做补单。找停車位定定愛開真濟時間，交通局嘛推出台南好停車的 App， 內底會使查到倒位有空的停車格，嘛會使掌握到離你上近的公民營的停車場，提醒民眾找停車位的時間。記者李新武台南採訪報道。韓國藥廠即馬和咱台灣的國家衛生研究院合作，用中藥納入地黃丸加枸杞調整比例了後，即馬有做出來新的中藥防腐 PM01劑。即馬佇鳥鼠啊動物實驗頂頭已經證實講會當減少腦中風的面積，而且對中風了後的復健嘛有幫助。刷落來要做人體試驗，按算5年內就有機會將做新的藥啊來治療病人。7月1號，佇治療武漢肺炎有真好的效果，甲漢醫老藥啊摕來新應用，變做是種趨勢。有韓國藥廠看中台灣的研究實力，和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進行合作，甲漢藥英國摕來保肝養生的6味地黃丸加入枸杞，而且調整比例了後，號名做 PM01劑。研究團隊指出，這項漢藥防腐經過動物實驗，發現講會當減少腦部血管塌掉的面積，也會當改善欠血性腦中風以及中風所引起的行為障礙。這個方子應該對它後面神經功能要恢復，比如說中風之後有一些行動上的問題啊。如果配合復健加上這個方子，應該會讓它後面的那個復健會更 smooth 啊。研究團隊表示，在鳥鼠身軀頂發現到 PM01劑，除了對腦中風有成效，其他成分也當改善大腦發炎的症狀。目前在韓國也摕來針對失智症做臨床試驗。不過，國家衛生研究院強調，目前還佫佇咧動物實驗階段。這藥啊開發就要照步來，呼籲民眾唔通亂吃藥啊。如果家人有這樣，他還是要去看我們的中醫師，因為中醫師才有這個臨床的執照，那麼他會根據他的現有的情況給他做比較適當的這個搭配啦。雖然 PM01劑的藥材成分和民間的6味地黃丸相似，不過這成分比例牽涉到專利，目前將壓在咧藥廠手裡。雖然漢藥防腐治療欠血性腦中風出現希望，不過目前只是動物試驗階段，接下來還要進一步做臨床試驗。這項研究成果在今年2月已經發表在咧國際期刊咯。記者林學凱台北採訪報道。甲糞掃回收做資源回收，這一馬已經是全世界趨勢。俄羅斯的民間團體即馬成立糞掃博物館，而且這個所在嘛是資源回收中心，要甲糞掃減量。在腋下吉林堡蘇聯時代老建築甲列寧塑像，看大家佇以設計好兩環嘅路來來往往，數十年攏共款。這個烏拉爾聯邦管區第一大城。有一群少年人組成的民間團體，要推動糞掃分類甲減量。Не только сдавать мусор, который они производят, но и сокращать е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這團體伫2019年選定腋下吉林堡設置糞掃博物館兼資源回收中心，17功能，無限制展示各種廢棄的精工產品，由各種工作課程甲民眾什麼款的物質用回收個利用，甲資源回收的過程。Вклад люб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и любые наши действия, неважно, это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делает или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они несут под собой какие-т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 я точно знаю, что я не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это делает, и это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в планетарных каких-то масштабах. Донести до людей, что это многие предметы, которые люди считают мусором, они име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ценность. 伫遮展示物件為指控藝術所設當歸奧運的衫，舊前蘇聯時代家具電繪，當然要互民眾早糞掃而且分類平調所在。現代腋下吉林堡是俄羅斯甚至是全球重要的經濟都市。民間團體希望用伫推廣糞掃減量、環境保護觀念頂懸，成做俄羅斯的火車頭。公視新聞時間前報道。天氣報道在同齊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21度，上懸24度；中部的溫度上低22度，上懸有29度；南部的溫度上低是22度，上懸有30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是26度，外岛20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将请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